三華古村大夫故里，呢度矗立住規模宏大嘅資政大夫祠古建築群。佢包括資政大夫祠、南山書院、亨之徐公祠，其中資政大夫祠尤為著名。翻開塵封嘅歷史，尋找遠去嘅記憶。本期節目為你講述資政大夫祠往事。清朝同治年間，徐氏兄弟報效朝廷，造福民眾，深受皇上嘅厚愛同百姓嘅擁護。當時任職兵部郎中嘅徐方正同堂弟徐表正一起身負皇命，回到廣東花縣三華村，為先人建祠立坊。奉天承運，皇帝詔曰1862年，同治皇帝授予徐方正嘅祖父徐德魁、父親徐時顯資政大夫封號，同時授予徐表正嘅父親徐時亮奉直大夫封號。徐氏宗族顯赫一時。呢座牌坊最具特色嘅係佢嘅4條柱前後以獅首抱鼓射夾戶。喺封建社會，宗族中必須有人獲取高官同功名，先能設置石獅同石鼓。呢個係社會地位顯赫嘅象徵。